爱那情。
白花，永远温暖你身体。为你我心无反悔，生生世世跟你陪。满天风，满天雪，寂寞的心有你陪。一生的情无空白，爱你今生今世，亲爱无价。谢谢，感谢咱中立区咱的美艳姐姐，感谢咱的移民大哥杜万华，保兴蒋大姐，潮州咱的中国灯大哥中和黄太太，感谢恁，哇，婆把声就甲阮吹落去，谢谢啊，谢谢。谢谢。亲爱无价，来头一首歌曲，明年卖无开店。来谢谢咱观众朋友吼准时啊，甲咱收看到咱的节目叫做《义大伴歌声》，每一天由工人帮恁陪伴恁咯吼。啊，咱小等的呢，两首歌曲了后，咱就要来点歌。等下我要过来安排一首叫做祖妈的话、阿嬷的话吼，迄哦，迄若是去娶着迄个歹新妇甲好新妇，就差真济啊吼。是啦。啊，那我这是绝对好媳妇的哦，吼，我这好新妇的吼。啊那啊你嫁来啊？嘿，嫁，我咧讲今年还未嫁尔啦。今年还未嫁，算捌嫁过就对啊，了。对啦对啦。哦，了解了解。哎呦啊，来，就是讲，就这是你的秘密。啊对，无这无啥秘密的吼。哎，如果若食到这个年纪，若还未嫁的时阵吼，哎，可能嘛呢吼。我这遮济人爱我，哪会知无较早嫁咧？对无吼？哎呀。那如果来讲起来吼，无嫁吼，我看啦，你这个吼，你这个岁数是嘛莫嫁啊。安怎讲？啊，那如果嫁了后，是若感觉讲到咧二处这般，嘛使离的哦。免离啦，抓甲放生就好啦。吼，放心哦。系啦。会使讲放心的哦。一个人有当时啊，真是吼，嘿。较会当享受这个孤独啦。较会当面对自己啦，对对对，啊，就看你家己本身的境界，安尼较无人吵啦，对吧？是啊，莫造成单身公害，嘿，莫叫人破坏人个家庭。安尼哦，啊，我绝对袂哦，吼，好来，谢谢。来，等下我后尾话还未讲完。啊，无你要搁讲啥？系啊，老师咧讲话，哦好，就是讲吼，那如果要爱，就爱较快咧。哦，亲像咱的国父啊，孙中山先生讲博爱。是哦。你到这个年龄来的时阵，搁伫遐咧爱来爱去，你叫是你几岁？你今年18，还是20？十岁呢？莫共讲啦，我知影啦，我了嘛知影，吼，啊，都大家拢爱咱，嘿，啊，咱就来爱大家，叫做博爱。对啦。啊，有当时关情较久长呢，无一定都爱到死来活去的时阵着，到时阵吼，无好的这个结果甲收场嘛，我嘛感觉无理想呢。啊，那如果大家会当做成就一个朋友，吼，无论是查甫查某，无论是讲济岁少岁啦，啊，着大家有认同，我来做你的小弟，你来做我的阿姐，哦，啊是我来做你的哥哥，啊，你来做我的小妹。像咱这济观众朋友安尼听小芳龄共款来当做小妹仔来甲我听因为像这个世间的时阵吼，苦涩真济啦，大家互相疼惜，吼，无一定着讲啊谈论甲讲这个男女的私情啦。来甲培养这个友情，我感觉讲像安尼博爱的时阵吼，的人啦，哦，你爱我，我爱你啊，哦，啊，真一人甲你疼惜，上界幸福，对啦，上界有福报的人。啊，过去吼种种先吼，啊，顺水北河杯啦，好吧？嘿，来，倒来一首叫做《祖妈的话》吼，来感谢咱的陈月娥阿姨哦，已经上线，谢谢高雄的许大哥，来博兴的蒋大姐啊，宜明大哥嘛拢上线，来帮您献唱，谢谢。小可
烧水洗面人嫌热，白米煮饭念嫌乌，去着铁头做尼姑。若是娶着迄个歹新妇哦，早早就去困，晚晚阁毋起床。透早若是来叫起，就面臭臭。透早又搁歹伫脚头，早行又搁拖咧脚正后，叫起起来，嘛大家赶是老草头。即摆新妇敢有安尼？即摆新妇其实就头拄都伫咧唱嘛，叫做劝世歌的一种。对。做人的新妇都要知道理啦。爱啦。当然啊，入咱个家门。嘿。较早的时大家大官嘛是咧奋斗啊。对。所以讲呢，都爱学习做人的道理。是。了后先对啊，经过10年、20年了后，总是囡仔会大嘛。嘿啊，哇！你做大家咯。你是大人的时阵，搁再来时嘛是拢放互你，无甲要放互别人。若要放互别人的时来，我先登记。我无真贪心啦，5000、1亿拢无要紧就对，为我来友好伊。是啊。你袂使安尼讲啊！若都是大人做了，就较袂遐拄啊好。若放，你讲财产你要爱，你要登记。若是讲好做。负债啊，负债时阵对无你嘛是爱承受嘛。我都记着啊，共同的心拍拼努力啊，是哩，就是安尼嘛好，来哦，这首歌曲，来感谢先苏大哥、中华吴大哥、魔导王大哥、王秋兰大哥、廖菊丽姐姐、世昌大哥，哇，你甲我拍跑啊呢！我迄首歌遮侪人拍跑，姑姑姐谢谢你，月儿阿姨、明忠大哥，搁有咱这北港的吴大姐，咱。台中台nghệ这边阿哥谢谢哈，美燕姐哦，谢谢哈，月凤姐姐嘛上线7779新朋友，伊朗大哥大嫂，感谢破竹的吴大哥、洪冠东先生，谢谢恁的满满掌声，来安排今仔安排有8首歌曲呢，好来，要来互咱观众朋友来选歌来选的歌曲头一首叫做《一卡皮箱》。第二首歌曲《悲恋的酒杯》，第三首最爱的人，那这是江辉咱节目中是毋捌唱过歌，所以讲我来甲唱一段。好。想起着初恋的人，我目眶渐渐红，又过来到昔日的彼天。最爱人。第4首歌曲，这嘛是头一届伫咱节目当中来演唱的。夜间飞行。来，夜间飞行。一行行公平。好。夜间飞行。第5首。敬酒园。来，第6首。母子岭。第7首。想伊。上尾的这首。风飞山。来，尾的3首我的啦，好来来，观众朋友安尼咱即马就要来拍开现场，可能电话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来，咱的互动专线电话呢是咱8326-317。8326-317。中华关系第8外关系加一个控诉就可以来。你好，喂，妈咪你好。哎呦，红姐，好，第一名，够，来，今仔要听倒一首歌？悲恋的酒杯。安尼哦。悲恋的酒杯第2首。好，我来写开哈。好，谢谢红姐来，你好，宜兰的叶大哥第2名。小米，你好。今仔要听倒一首？
请B团的酒杯第四位。安尼哦，好，我给你写开哈。好，谢谢咱叶大哥哈，住宜兰哦。来哦，宜兰大哥，电中的呢。好。酒姐八酒红白沙。好，我来写开哈。红沙。好，谢谢咱宜兰大哥哦哈。啊，家嫂问好，喂，你好。来，阿娇阿姐。两位好。嘿，阿娇阿姐，你嘛好哈。好好。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我今日点第一首。好好，我来写开哈。好，谢谢。咖啡手。好，这是阿娇阿姐哦哈。喂，你这咖好。啡手。来哦。瑞香大哥。嘿。大家好，大家快乐。大家好。嘿是啊，瑞香大哥，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最爱的人。哦，我来写开哈。最爱的人啊。好，谢谢你啊。你就做咱 OK。的人。喂，你好。喂，你好。康康大哥好。大家好。好。最爱的人。好，谢谢你哈。好 OK， 好，拜拜。喂，你好。来，人武大哥。红杯沙呀。好，我来写开哦，林木大哥哦，好，谢谢。喂，你好，三只龙哥。龙哥好。喂，你好。龙哥，你今仔要听倒一首？个第八首红白沙。好，我给你写开哈。好，这是咱龙哥，谢谢。嗨，你好，盛阳大哥好。那方玲好啊。我点一首歌哈。好，你讲。第八首红白沙。好，啊，你是盛阳大哥哦，哈。对好，我来下开哈，谢谢你，谢谢。来，请拿陈妈妈好。陈妈妈。再不好一点照顾。哎呀。妈咪。嗨。你好。红白沙。哦，给你下开哈。谢谢，拜拜。红杯沙上惊西北风啊！对。来，蔡妈妈好。两位好。嘿，蔡妈妈。今仔想要听倒一首？第一首。第一首哟。一咖啡手。哦，我来下开哈。好，谢谢蔡妈妈喽。好，谢谢你。来哦，台中李先生好。李先生。好，我来下开哈。好，谢谢李先生哦，感谢。喂，你好，破处吴大哥。嘿，吴大哥，你今仔要听倒一首？红白沙第八首。哦好，我来下开哈。好，谢谢吴大哥哦哈。好，谢谢。哎，你好，桃园江太太。红杯沙哟。好，我来下开哈，谢谢。喂，你好，麻豆的王大哥。第几首？第四首哟。也跟哦，王大哥啦吼，哦，我给你下开哈，来，这是咱麻豆的哟吼 ，OK， 谢谢。喂，你好。喂。你好。青田大哥大家人。我要听倒一首？红白沙。红杯沙哟。红杯沙。OK， 好。好，没问题哈。来，波心李大姐哦。嘿，李大姐好。嘿。你要倒一首？第三首。好，下开哈。好，谢谢李大姐哦，哈，好，平安快乐。喂，你好，阿卢姐啊。喂，你好。阿卢姐，你今仔要听倒一首？那个红白沙。好，我来下开哈。好，这是阮的阿卢姐姐，谢谢。台南林大哥好。好，你好。今仔要听倒一首？哦，我是你台南的林大哥哦，哈，好，给你下开哈，谢谢。好，感谢你，感谢咱观众朋友拢准时甲咱收看啦，吼，锁定咱这旁的吼，啊，逐工拢有真侪安排真侪好听的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哈。来，中华吴大哥你好，吴大哥。红白沙。红杯沙哟，哦，我来下开哈。好，谢谢你哈。来，这是咱中华的哦哈。喂，你好，春雄大哥。有。嘿，今仔要听倒一首？第三首哦。哦，好，我下开哈。最好 ，OK， 谢谢春雄大哥，感谢你的点播，谢谢。嗨，你好，新朋友。哎呦，阿姐，你新朋友呢？欢迎你。来，你新朋友听电话当互你的声音哦，你新朋友哈。听电话哦，听电话哦，唔好听电视哦。系。好来，好，你讲你要听倒一首？听迄个碧鸾酒杯。碧鸾的酒杯第二首。阿姐，你住倒位？啊？你住倒位？我住家己呢。阿要怎称呼你？
我要安怎称呼你？阿美啦，吼，阿梅啦，吼 ，OK， 好，谢谢你哈。听电话等候你的声哦，吼，来，在观众朋友爱知吼，移民诶，喂，你好，移民大哥。王林小林你好。嗨，好，要听到。第七首唔属于。哦，好，第七首。好，王林，我要听第七首唔属于哦。OK， 好，来哦，蒋大姐好。两位好。好，蒋大姐。别人的酒杯。好，我来。谢谢。好，我来写开哈，来，这是咱保心。爽快的合欢。哎，你好，姚大哥。我今日要听第二首。第二的杯。好，我来写开哈，姚大哥哈，好，谢谢。来，你好，吴大姐。喂。红山。要听倒一首？夜间飞行。5点啦，这首歌真正足厉害呢。谢谢哈。好，来，这是吴大姐哈 ，OK， 好的。喂，你好。喂。来，北港的吴大姐你好。张玲你好。好的。要听倒一首？我听红白沙。我写开哈。好的，谢谢。来，准备唱歌喽，谢谢。来，这是咱北港的哦，哈。来，最后一个简，来，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嘿，阿姐，你头一届上线吼？是。来，你住倒位啊？我住鼻头。安尼哦，要安怎唱？我咧讲，你要听倒一首歌？哈？要听倒一首？听金蕉园。金蕉。好啦，你住鼻头，要安怎称呼你？你老。刘大姐啦吼。好，我甲你写开哦，嘿。好，那是。好。来，新朋友你好。阿姐哦，你要第一首遐？你住倒位啊？我住伫基山哦，要安怎称呼你？我姓叶。叶大姐呀，哇，好叶大姐哈，好新朋友我知啊，欢迎，好欢迎你哦哈，好大家甲阮准时哈，好谢谢您，谢谢，拜拜，来红杯山芳林来甲咱献唱哦哈，来啊观众朋友来，咱即马就点歌甲一句段落啊哈，啊芳林唱这首红杯山，啊会记得扑我声再甲阮吹落去哦，谢谢。
良大哥大嫂，咱的岳凤姐，感谢带咱们许大哥、高勇、月娥阿姨，感谢通宵蔡妈妈、磨刀王大哥，谢谢周雅，咱的黄正道大哥，高勇七、王春德大哥，感谢桃魂，咱的龙华大哥、丽梅姐姐的掌声。感谢咱观众朋友满满的掌声，嘿，来，安尼老师来准备第二首歌曲哦，就是迄碧鸾的酒杯。碧鸾的酒杯。嘿，老师准备的时阵呢，芳玲来进一段广告哦，谢谢咱的拄则咱的林武大哥哦，还有咱的吴永贵大哥、宜兰郑大哥，咱英和黄太太、李胜阳大哥，你也拍我声，谢谢。芳玲即摆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哈，哎呀，老师做准备，谢谢。独立筒的枕头，咱这个独立筒的枕头是6D 立体设计的哦，吼，袂翕。观众朋友，咱若咧困的时阵，这段时间踮厝的休困，一定爱怎困得去。枕头若无好的时阵，弹性无够，伤过悬、伤过低，拢总会影响到咱的困眠品质。搁煞落吼，倒落到第时阵，规个头壳烧烘烘，严重着皮肤病啦。哇！我咧讲吼，佫臭老人去，迄足恐怖的哈。来，芳玲甲恁介绍的吼，这个叫做聚酯纤维，这外口这表面呢100%的聚酯纤维，伊这就专门咧做迄吸湿排汗的衫裤，人咧运动甲专门咧用的啊。用这聚酯纤维来做这个网仔种，但是呢，伊佫甲做6D，伊拢吼。6D 啊，就是安怎？你倒落去的时阵吼，咱若讲冷气电风位这边吹的时阵，伊佫烫倒过，啊，你倒的时阵吼，伊就咧做循环。所以讲，你咧困这个枕头的时阵吼，好，这个头壳绝对袂烧烘烘的，而且伊的关度经过电脑设计，内底伊内容足厉害，25粒咱的独立筒，伊这叫做专利连接式的。连接式的哈，伊绝对袂晓摊的。人讲的吼，迄大卡车啊，咱的几档的？15档。嘿，你听我甲教过，袂晓摊的哈。而且咱内底是用着中鋼高碳钢炉制作的，这我咧讲哦，观众朋友啊，干那即个钢，就爱搁做较好，有专利，啊搁爱严格品质管制哦。普通一般的绝对毋是啊，拢毋是啊哈。连续芳玲介绍3档的时间啊，要困得好，要透气不闷热，25粒的独立筒，互你瞬间倒落到地时阵吼，我讲压力拢总释放啊哈。迄毋则叫做困会去，迄困开，人若困会落面吼，比你咧食啥物补品较赢。迄人是安那学落呢？伊讲安尼吼，练来练去，练来练去，练骨头拢无气味。啊，咧头咧练来练去，练来练去的时阵对无？头壳拢无气味。对，啊都袂臭。你啊看通风性看外。足好诶吼！来，观众朋友吼，尤其是即马呢，咱观众朋友困来去的时阵，就会当提升咱的免疫能力哦。这是台湾设计，所以讲上了解台湾人的头壳型哦。你要看嘛，咱拢倒落，我咧讲，我已经试到底啊吼，伊绝对袂翘角。恁兜的枕头，你甲摕来看嘛，你若甲试落去了后，两边。无，咱
我讲咱枕头啦倒落去的时阵吼，两边边绝对翘夹开，伊就甲你翕掉的啊，就甲你合掉啊，所以讲你会烧嘛。咱这完全拢总袂哈。你看要倒正边倒边，内底四角头内底拢总25粒独立铜，这内底有4000粒的6D 立体透气网，所以讲吼防霉防螨，搁刷落会当水洗。安尼有厉害无？会当等落洗衫机洗哈。当然，咱这有枕头布，这嘛是聚酯纤维哈。这入落去，你会当拆开洗，你嘛会使规粒全家等入去洗衫机内底洗哈。来，做文交代头前的观众朋友啊，一粒1980块，我若无好无卖3档啦。即摆甲咱买一粒，再加送1颗，买一粒再加送1颗啊！我咧讲吼，无马上无回哈。拜六才有法度互恁，礼拜六才有货啊！哈，来080085英文8 08008518来主文交代，谢谢。我昨吼无，我昨无讲，人客就讲啊，你粒枕头无咧卖哦。哦，我咧讲吼，观众朋友可能昨才看到尔吼。来，我今日佫特别甲恁讲哈，主文交代来080085英文8 08008518买1颗1980块。再加送1颗，2粒一对1980块，谢谢。好，谢谢。来，我咧讲吼，观众朋友，这个时间互芳林来倒接电话，线卡接电话啊吼。江林老师来唱这首叫做《碧鸾酒杯》，岳凤杰、叶大哥、嘉义阿梅，保心咱的蒋大姐、姚大哥台中的吼，介意听这首歌曲啊！江林献唱时阵，线卡芳林赶紧甲恁斗服务，谢谢，电话赶紧搁卡，谢谢。燕枣、柯金寿大哥、田中咱宜朗大哥大嫂，谢谢咱的市场大哥、高雄区月儿阿姨、宜兰叶大哥、台中姚大哥、台中李先生、奶油郭先生，高雄区咱徐爸爸、徐妈妈列掌声，谢谢咱新北市咱菊丽姐的掌声哦，谢谢。
大的酒杯。哎，黄玲啊，你若挂口罩？老师啊，係，迄外口空气遐歹着，我骑机车，搁出去，搁倒来吼，迄鼻仔甲冷落去哦，迄卫生纸拢变乌的啦，我无挂口罩哪会使？你甲看即摆吼，PM2.5吼，足严重的呢。是啊，你看卫官呢，啊，影官星吼，也甲即个政治人物啊，足侪人带即个肺腺癌呢，伊嘛无咧食薰啦，系啊，足恐怖的啊。是，诶，老师，迄毋是安尼尔咧，你像讲平常时啊吼，咱若无食薰啦，啊无啥，但是出去搁倒来着，我拢感觉讲拿后头爱痒痒啊。对啊，我咧讲啊，即马感冒，空气歹感冒吼，迄个歹跟细菌足严重的啊，容易感染着啊，要注意啊。哦，作为啊，咱即个灶骹一个炒菜吼，哎呀，我油烟足严重啊。你看伊嘛无咧食薰，嘛得了肺腺癌啊，足恐怖呢。哦，女性朋友嘛是啊，占足悬的。对啊，啊所以咱这大哥大嫂吼，那安尼有一个外口咧走动的吼，戴口罩，嘿，爱挂一个口罩啊，比较较好啦吼。是。啊，即摆你来看呐，要感冒进前话闹哦，足侪人咧疼，会只个剪掉啊，后要感冒进就拢会安尼呢。哦，老师啊，啊我若像讲我感冒进前安尼哪安痒痒，啊要安怎？哦，我补你啊，即摆生物科技足进步的啊，系啊，我咧百草。数十味青草，你甲提炼啦，咁啊生物科技进步啊，做一粒啊，啊你甲感冒，哦，生津止渴，啊清凉爽快，爽声润喉啊，是啊，用草本的，天然的上好啊，对不？唔是，哦草本来提炼的，哦啊你早方便。你要出国出外啦，啊，要开车啦，撳一個嘛，哦，讚啊！哎，安尼老師啊，像你咧講，咱若講去運動的時陣，啊，若敢炸一束啦，安尼撳的咪就好勢。唔免炸地啊，伊會止，譬如講你若腦頭來打，你甲撳一個生爛，神經止咳。伊就是會止水打。對，會生爛，啊口感足好呢，啊生感足好，係啊。科技啊，草本都提煉。草本的，哦，所以若會掃啦。然後會咬啦，酷掃啊，哦，哇，還會掃甲胸啊，攏會疼咧。我咧講，正經，捌掃甲吼，啊全安尼，哎換咧吼，啊再開兩聲安尼，啊再個放掉。哇，會掃甲這種變咧骨會疼，食這個草本的吼，天然的，有數十味的中草藥啊，你甲提煉的，你甲撳就對啊啦。哦，那要止掃，掃要好的。然後唔安尼啃，安尼來，痰吸會出來，撳這個百草來提煉的。一粒，你甲撳幾排啊？一工撳3-5粒啊！吼，神經止咳，化痰止掃，讚！哇，感謝，今日感謝咱的黃老師呢來到現場接受芳鄰的訪問，謝謝。哎，謝謝。感謝咱的黃教授吼，即馬尤其是這段時間，觀眾朋友你若出去吼，定攏安尼人會驚呢，吼啊，所以講呢，咱平常時啊，就安怎氣管愛顧者。吼，啊，高者當然，你若是有當一寡草本的物件，吼，就安尼，伊安尼吼，啊一粒啊安尼撳咧，吼，啊，佫會安尼疏鬆、會輕鬆，足好誒，吼。啊，來講到遮，啊，如果咱觀眾朋友較無清楚，不要緊，迄線卡吼，等你才敲電話甲我問就好，好，來，安尼，即馬要來唱一首叫做《最愛的人》哦。來，咱的瑞香大哥、康康大哥、李大姐，咱春雄大哥所點。啊，芳鄰即擺這個時間就是線卡甲恁做服務啊哈，電話才甲阮卡來哦，互動專線，謝謝。初恋的人，我目眶渐渐红，又过来到昔日的彼天。不是我故意要来将伊放，希望你有通来怨叹，亲像你这款无情人。我心无爱，搁再思恋，是
个时段，放杀着你我真甘，你是我最爱的人。谢谢山顶居里姐、神树大哥、酷酷姐、冰花姐、金秀大哥、月凤姐、美艳姐的掌声。想起着初恋的人，我目眶渐渐红，又过来到昔日的时光。不是我故意要来祝你放，希望你不通来怨叹，亲像你这款无学情人，我是无爱搁再思恋。心爱的人，我无骗你，我的心内绝对无别人。请你唔通予我搁再失恋，放杀着你我真甘，你是我最爱的人。谢谢咱的林玉梅大姐、月娇姐，感谢咱的坤坤大哥，谢谢咱金寿大哥，感谢你的掌声，谢谢感谢咱的先祖大哥、菊丽姐姐、赖欧郭先生、赖中李先生，谢谢在当的月娇姐的掌声。亲像你这款无学情人，我心无爱搁再思恋，心爱的人，我无骗你，我的心内绝对无别人。啊，请你唔通搁再失恋，放杀着你我真甘，你是我最爱的人。谢谢，感谢咱山顶有金寿大哥，咱尤大哥、尤大嫂、刘太太、宜兰大哥、大嫂、关娇姐啊，安尼吼，酷酷姐啊，谢谢哈，关哦阿姨啊，拢安尼继续伫咧甲咱拍扑啊吼。好来，老师来准备搁刷落的歌曲哦吼，哎，搁刷落就是一卡皮箱啊哦。老师准备的时阵，放恁来进一段广告时间。来，即摆要甲咱广告就是咱即个鸵鸟精啦。咱鸵鸟精观众朋友啊，一定一段时间啊，真侪时段食了有甲咱肯定的。讲放年咧介绍即组龟乳鸵鸟精无共，是安怎无共？因为咱这有专利萃取的证书，下3个的专利呢，佮有8倍的浓缩呢，啊内底是龟乳加鸵鸟精哦，啊，阮每一盒呢，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食会起，食会安怎？食会招运，所以讲咱这一盒内底拢总是60粒的，就是1个月份。真省，一组3个月才2980块，一个月较毋免开到1000块，甲你顾你的密密杂杂，互你起起落落，真正会溜了。啊，这足侪时段，甲咱食好，甲咱学乐，佮甲咱斗相报。观众朋友啊，咱常常听我方人咧讲，你换你听吼，观众朋友安怎讲来？人我食有效，人拢问我，讲啊你食啥？我就食迄个大鱼大虾啦哦。我原底就是我主持我初中我都是阮俩做清洁啊饼上哦，拢有种爱跋倒者嘛吼，啊跋倒脚头有拢会疼，啊阮人是爬楼梯2站哦，安尼啊爬袂啥会去，人即马剩1站爬去啊。嘿啊，就是朋友来讲，哇，恁即摆红仔某食啥？哪会食甲安尼？我讲啊，食鸵鸟精，鸵鸟精足侪人咧卖，我讲无啊，你爱食迄大鱼大虾呢。我甲你学了啊，安尼啊，我爱放掉了了。哦，我爱放掉啊。再练行路，练3年了。食你2、3号，我都放掉呀。讲哦，我是咧洗肾，你知影？洗肾了，嘿啊食了即摆脚有力。啊，我就吼，我20几年前洗，尤其较早吼，
啊，买眠床爬起来拢爬袂起来，啊，拢爱换安尼才会起来。啊，即摆吼安尼脚头家己就起来。啊，阮查某囝就讲你我一直较欠啦，你要买一个食保养，阮查某囝。查某囝啊，甲阮后生啦，拢袂啦。哎，感谢吼，感谢阮遮济时大遮济大哥大姐甲我做见证哈。观众朋友，如果你若有听到伊咧讲，你就安尼共款讲，哎哟，安那咧敢若袂输咧讲我共款，好啊，即两支真正袂气咱呢，迄安尼楼顶要起哩的时阵，搁拖搁扭的这啊。如果若是安尼，来，观众朋友啊，注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你甲要细租就好，3个月份2980块，咱嘛有大租的吼，买6盒就是5960块，公司呢都会再加送1盒，所以讲你摕到时阵是7个月份5960块，这是会使讲即马业界上介厉害，纯度上介悬的，互你食第7天的时间，就要互你有感觉啊。注文交代，这段时间伫厝内底都是甲身体顾好，而且我咧讲哦，尤其是咱迄鸵鸟精啊，伊嘛提升咱的免疫能力，真正有够好的哈。观众朋友，0800815181的电话才甲敲通哦。另外，拄则咧讲的是爸爸早对无？即摆要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就是咱这个公路的部分。来，公路就是这项上介好，这内底有4种的成分，唔免互你食一枚。真济时段为着大条细条，食的 QQ 一大枚啦，有当时爱买5项4项转来，唔免。芳林即摆手摕这个。咱的红景天内底有纳豆、红曲、红景天加 Q10， 拢总有4种成分，大细条拢总甲你顾，会当互咱有用氧气，吼，尤其是这红景天啦，这西藏的正西藏的红景天哦，伊互咧塞咱的氧气够，公路才袂去塌掉咧。搁有台内底，搁会当柔软咱的安怎公路的，搁会当互咱内底油通通会当甲你清掉，包括体体黏黏嘛要甲你清掉的。纳豆、红曲、红景天4种的成分，一组2盒2800块，就是2个月份。即摆你甲我买大组，就是安尼4盒5000块对无？5600块算你5000尔，公司会再加送1盒。所以讲你摕到安尼多5大盒5000块。1个月才剩1000块尔，唔捌买过，你甲我买细组，捌买过，恁买大组较会下。0800815181，0800815181。啊，若是我来找提康，哇，这足重要的。观众朋友，这段时间无出门对无？咱甲身体顾好嘛，甲身体顾好的时阵会真简单，你就会只要甲我来找提康，甲摕转去，一天甲泡1包就好啊。一天甲泡1包哈，这一天来泡1包的时阵，内底有35种的营养素，拢总有够，口感阁好。真侪观众朋友讲安尼买剥者开开的，哎哟，啉了会去加润顺，冷对无？但阮这会使烧烧啊啉，先用冷水甲泡好开了后，搁用滚水甲透落就可以啊。维持这内底有糖分的人会使食哈，会当维持咱糖类正常代谢，保护咱的肌肉组织，防止退化。真侪时段这段时间拢有一个叫买，拢总买安怎？买3盒，咱优待2500块，1盒是13块，3盒3980块对无？公司3900块，即马呢优待2500块，你买着赚着哈。买到就是赚到，赚了1400块。0800815181，我咧讲内底，尤其是保护肌肉、防止组织退化，咱的乳清蛋白。我咧讲养你的肌肉，甲你的肌肉豆甲你用倒来，互你会生肉，会生肉你才会用啦。若袂生肉吼，摇摇补补就袂用，身体就袂惊哈。35种的营养素，唔是五谷杂粮，唔是咱的牛奶哦吼，我这拢总是营养素，而且咱是卫福部特别甲咱许可互咱的哦，这足重要哈。这市面上敢若芳林才有这项尔哈，卫福部许可的特殊的营养配方，专门咧照顾咱这时代的。0800815181，0800815181的电话。0288这个等一下吼，小姐看紧甲恁斗接落吼。来，观众朋友，刚啉唱歌的时阵，这个时间线卡共款芳林赶紧甲恁斗接电话
如果你要找到芳龄，你即摆会使卡，若无你就是线卡等我录节目的时阵2点钟久，我有咧做服务吼。啊，你即摆若要互我接，你电话即摆卡入来，谢谢。犹原一脚皮收，又搁转来故乡。伊当时爱轰动，少年的晓想。离开了心爱的故里，为怎样这哩要请伊？情梦一场，事业袂亲像，不知心爱的甘会原谅。又搁转来故乡，伊当时爱轰动，少年袂晓想，离开了心爱的故里。为怎样这哩袂请伊？缘情梦一场，事业袂亲像，不知心爱的甘会原谅。好，谢谢。来，哈、观众朋友哈、谢谢啦，感谢恁吼，啊，拄则安尼刷卡芳龄安尼到接电话，感谢恁吼，伫咧甲阮两个支持，吼、啊，即、个共体时间，啊，观众朋友吼，我今仔无比较袂记咧甲恁讲，哦，如果咱若是有今仔有叫咱即个猫仔去恁兜的时阵，哎呀，我迄个物件咧，啊，落去啊，来，我甲恁观众朋友摕互恁看者吼，尤其是真侪时段，来我来。这个护目镜哈，护目镜。来，猫仔去甲恁兜，老师你做准备就好哈。猫仔去甲恁兜的时阵吼，内底都有放两家的护目镜伫内底哦吼，这护目镜，而且呢，阁有手套，阁有防护雨衣。真侪时段，即马若讲要去买这时阵，哎呦嘛，唔知要去倒买吼。啊，芳龄知道吼，芳龄知道的时候咧，特别甲公司争取，互咱观众朋友。你若讲猫仔去甲恁兜的时阵，来物件开开，
都藏伫内底啊，吼，拢总藏伫内底，吼，啊，毋免阁去开钱，啊，你开钱有当时啊，即马这嘛买袂着，吼，来啊，所以讲恁即马今仔日若有甲阮2个加油的人客，内底拢总有，吼，就是讲防护3宝，什么3宝？就是咱即个护目镜的部分，吼，第一宝，第2宝就是手套的部分，第3宝就是护衣的、防护衣的部分，拢总甲你藏伫内底，吼，啊，你若讲即马你阁想着要敲电话你甲要线卡甲我芳玲加油的时阵，来要找着芳玲哈，你会记得头前的专线电话就甲我记起来哦，这支嘛可以啦吼，83263173，啊，搁有咱有专门服务专线电话0800815181，线卡2点钟久甲你做服务，谢谢。来，夜间飞行。人伫野心纷纷，日头。